台北市中庆南路已经开45年的老册店建宏册局，9月底要收单咯。透过华视新闻珍贵的镜头，带乡亲来回顾中庆南路上清的时阵，册店开到100间，即摆敢若剩5间。 门口大告示租约到期，房屋改建，专管79节起大拍卖。这间伫中庆南路一段建宏册局一共45档啊，即马准备要停业，就是要结束营业啊。陈小姐会对18月开始伫海生时代就来遮工作，一路变成资深的员工，讲到册店要收，伊感觉非常唔甘。 20几年的在这边也是真的是算第2家，对啊，突然间要这样子，其实也是很舍不得啊。就是现今的网络，那还有一些那个店的租金成本、人事的压力，所以导致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承受下去。 册店营业到9月底，到时阵中庆南路一段就敢若剩5间的册店。透过华视新闻，珍贵的历史资料会当清楚看到民国80年中庆南路这街路上过拢全看板，远看过四界拢是册店甲补习班。时间等于到50年代，规条中庆南路上也有超过100间的册店，和台北市中南书柜促进会真感慨。随着房租是节节的升高，可是购买的力道是节节的下降，因为现在年轻人不看书，年轻人大家都是玩手机、看电脑。过去非常热烈咧卖册记录，即马看来是价钱冷清，只有剩几间老册店，面临时代冲击，要如何坚守落去是一个难题。